我今日透早，足早，我是要起床。无拄好去试着 Clubhouse 听着必上兄你读几本书，但是我实在因为困眠的，我咧困的时间，可能5点的款，所以我都无继续听。但是真有兴趣啦！我看你读迄本书，其实我真有兴趣听。OK。莫有问题哦。啥物问题？即摆毋知，即摆有无？即摆无。无，迄本书我有兴趣，就只是讲我迄当阵我搁咧困的时间啦。阮年岁大吼，拢会起来放尿。我声音无好哟。伊是讲我。哦。因为我伤忝啊。我半暝，我昨伤早困，我半暝精神，超过12点我精神，结果我着拢无困，结果一直到拄则困半点钟。即摆拄则，因为想讲要读这。好 ，OK。垃圾，这个，是我声音吗？还是我这个手机也怪怪的？我唔知，阿关你再开始。好，最近足奇怪，我一录音就拢 echo 足大声。为虾米我这个声音输入敢若足大声呢？我要安怎敲？我安尼个敲？无啊，毋是，对遮，敲较细声。好，安尼就袂啊，安尼应该袂 echo。好，咱对1650年6月18、号开始读起吼。1650年，逐个月拢足人的吼。所以咱1650年无定，即2工就会当读煞吼。无即2今仔即礼拜算最后一工啊嘛吼。后礼拜应该就会读煞吼。1650年6月18、19，早起吹东风，但是下晡该透这个西南风。暝伫迄阵 ，Pelican 号就趁着风来入港，伫港岛的入口的所在小可有去吸着吼，略有碰撞吼，我就安尼吼吸着吼。来 ，KHAP。哇，无即个词哦，无即个字，毋是，我明明拍 K 有影变做 C。好 ，KHAP 吼，卡，前乐前后用，毋是，全体全部，伊拢无我拄则讲的迄个意思。讲去吸着吼，去碰撞到安尼吼。我看卖安尼，含字典敢有 KHAP。船吸着沙，嘛叫做吸吼。船去吸着沙，就是搁浅吼。会使讲吸着，安尼以后上简单的方式就是吸着吼。船吸着沙。两块石头相，两块石相吸的声，就是吸吼。所以三吸就是相碰吼。为虾米这个意思竟然伫咧大理大书店竟然无收？
敢讲伊是用第八声，我看卖啊。KHAP 第八声，哦对啦，伊用第八声啦吼，卡冲突吼，就是卡，或者是压头，三卡就是三冲突嘛，就是相碰嘛吼，华语个就是相碰啊吼，相碰触就是卡啦吼。一般来讲，卡的时阵其实毋是烧弄啊，无遮尔严重，就是互相小卡一下安尼吼 ，kiss 哈。好，这是卡吼，或者是卡。好，转来第二只吼，讲迄只船吼，佩利根号趁着风来入港的时阵，伫咧港岛的入口的所在有小可去卡着吼。加在伫咧入港来即个城哦，所以会当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来停船吼。俄罗上帝，即个港岛现在伫咧正上海楼的时阵吼，是水深10尺吼。有5只篷船对遮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220个查甫甲2个查某。载去366台陆甲肉，183台咸鱼，5台陆卡，4台沉，175担糖水，3担蚵仔，2担虾仔，8担海洋油，1894尾帝王鱼，35担大香木，25担盐，11担胡椒，甲39刀家己要食用的米。又阁有7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233个西南查甫甲2个查某。为虾米伊分开讲？头前这5只是对遮出航哦，对遮出航前往西南吼。啊，即嘛这是7只船对来台湾遮吼，坐233个查甫，2个查某。再来310担盐，155个铁花，77捆的粗纸，406包的薰草，19罐山水，6袋的红米，350捆的粗灰啊，13篮的日本薰草，22罐的角糖，22包空眼布，1000袋遐4锭黄金，60箱41个帽仔，30斤茴香。6担的书写要书写用的纸，甲2只刀。我一直咧想讲，即当阵来台湾的人大部分拢是查甫嘛吼，你看查某才2个，查甫200-300个安尼吼，200外个，差不多100比安尼比例吼。即当阵应该也袂海禁，或者是讲，因为这是明清拄交换无偌久吼，清国迄当阵佫也袂掌控规个即个大陆地区吼，迄个西南即边、南边即只佫是南边，所以应该是无海禁，我咧摇啦吼。当然实际上你爱去查看因迄当阵政策是当时吼开始海禁安尼吼，啊。无海禁，但是你看吼，来的拢是查甫最少的吼，就是会当看会出讲，迄当阵来就是毋是规家口啊牵线来，毋是迄种移民的吼，真正就是来遮讨趁尔吼，来遮敢若拍工来做外劳啊，对啦吼，并无迄个按算讲一定要踮咧遮留偌久迄种，无迄种我看还是拢无迄个按算。好，来咱继续看6月20。透南风，透早时阵看见一只船停伫咧南边停船的所在。入夜进前又阁看见2只船伫咧南方，但是毋知是啥物船，因此就派迄2只阮的领港船以及小艇随出港。这3只今仔日拢无转来港内。有2只篷船对遮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125个查甫甲1个查某。再去号门陆下19担的鹿仔肉，258担咸鱼，21担蚵仔，2担虾仔粉。
2担佛罗摩萨的甜，1担沙鱼油，7担的即个糖水，1092领被淘汰的落婆，7担苏木，54担盐，18担胡椒，甲16刀家己要食用的米。也有2只芳船项王南方载9个新仔人，一干仔载缀床软。有3只芳船对片湖来遮日港，合计坐26个人。再有8只牛，19支油纸线雨线啦甲即个8道米。6个21。来必上兄，我拄头拄看到必上兄的老话空虚年间确实捌时时严格多台限制。争议是讲倒一年开始，因此空虚末年有真侪史料提起讲台湾人口性别失衡。咱即嘛是1650年，是顺治7年。顺治是啥呢？顺治是当时啊，清世祖顺治7年。这项空虚，等下我啥毋知影讲这是当时，看觅小等。顺治。顺治我看伊若会无迄个无迄个表通好看较紧。好来，看袂出来。顺治清世祖哟，我实在是，我咧看因迄头前几个皇帝，我分袂出来。顺治是康熙的老爸啦，所以离康熙搁一早仔时间的，所以也未啦，即当阵应该也未开始。OK， 来咱继续看笔上遐写1721年，康熙60年的时阵爆发朱一贵事件，官方检讨原因是算独身流寓地乱就是独身一寡罗汉脚啦，咧作乱，所以解决之道就是互家庭结构正常化，只有2条路径，一个是甲罗汉脚赶走，第二个是开放搬，算带即个惯俗内底经过反复讨论，1730年将第1条途径法制化，就是甲，这就是鞭查流寓的由来，鞭查流寓我毋捌听过这个词，就是甲独身赶走啦。所以即当阵应该是也未海禁正常就是看起来就是讲即当阵人来就是干那要来讨趁毋是要踮遮要甲住落来。日官是倒一个皇帝啊？日官就是头一个皇帝，就是即个顺治啦顺治皇帝，
叫啥清世祖吼，这大家较无熟啦吼，大家较知影是康熙吼。好，咱转来日志遮继续看咧吼。6月21号有凉风对南方吹来，中昼迄只大领港船满载着护照转来入港，带回消息讲，昨昏来到港外迄寡船是古月号、Huist 号甲 Valk 号，所以即敢有变对船，迄个 Garsberg 号还未到。咱进前敢若我记得进前读过讲，有即4只船敢若是对印尼来吼。有下列的船只对几啊所在来遮入港，合计做106个人，就是5只篷船来自西南沿海，载来112担盐，79捆的粗纸，5篮的地米，4篮精米的肥仔，2篮粗肥仔。歹势，我清一下2篮的粗肥仔，638包薰草，184个铁花，44个肥仔的废弃的杯仔，200袋空颜布，40袋面丝，7顶黄金，甲60捆的稻罐。有一只篷船来自鸡笼，载有5担鹿仔肉，500领的鹿皮，45领的水鹿皮，甲300领的山羊皮。有一只篷船来自平湖，即敢若载地层卵，记少尔吼。6月22透北方，下晡阮迄只小领港船以及小艇转来入港，对Huist 号、Valk 号甲古月号载来一部分的士兵甲8箱的钱。6月23，晴朗的天气，透西北风。今仔日变对船迄个 Garsberg 号也来到即个港外停船的所在停。阮游员派领港船去迄寡船遐来回来落货，因为即个港岛状况无好吼，所以食水较深嘛，无法度入来。要暗嘛，迄2只领港船甲迄只小艇，为着即个目的，搁再度出港。有一只北上的篷船对二林来到遮，载5个西南人，载来10担鹿仔肉甲7300领的鹿皮。6月24号，透南风，落小雨，早起阮迄只小艇对港外来入港的时阵，真危险，因为强大涌的即个海涌吼，伫咧即个港岛里来破入去，船只。迄只小艇啦吼，小艇入港的时阵，因为涌伤大，才破去磕着的款吼。两个水手来淹死，其他的人因为上帝怜悯，真奇妙来得救。6月26，6月25、26，游园透南风，涌真大，又搁落雨的天气歹吼。涌哩大诶时阵，真正足恐怖吼！我捌去海边啊，袂记倒位吼，台湾西海岸即边咱因为沙坡嘛，看来迄涌足大吼，会感觉真恐怖啊！你若迄船伫咧遐吼，今仔日停伫港外迄寡船吼，有2只鸟仔被风吹北方去。后来又搁转来迄个停船的所在来停，有一只篷船对此地出航前往平湖，载6个西南人，载有17袋日本米、8罐的阿拉酒，甲2袋家己要食用的红米，特别是红米。6月27，风悠远像昨昏，天气晴朗。今仔日是。我咧想讲什么是红米？红米可能是糙米吧，糙米若无就是迄种紫色的米有乌米啦。6月27号，风悠远像昨昏，天气晴朗。今仔日收到一张传到 Hans Off 对马里马伦社
寄来互阮的批，阮报告南区的状况，含阮伫咧山区的居民的状况。得悉讲去诺堡老舍人迄是一个比马的人的一个村社，最近去剁一粒迄个绿里舍人的头。即当阵佫一个比部族吼，定定佫互相咧出草吼。当然，荷兰人一直禁止因袂使吼，就是讲。你只要和我缔好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你袂使凊彩就发动战争去害别人安尼吼。但是你看，咱读遮久嘛是佫定读到这当时读到这个社去共剁几粒人头安尼，即种代志嘛是佫发生。所以伫即个时代400年前的即个台湾即当阵吼，其实真正伫台湾是算一个诚危险的所在，无拄好大家都无去吼。6月28、29、30，风由原大部分是对南吹来吼。天气如同以前，有一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15个西南人，再来20担盐甲4罐山水酒，又一只帆船对平湖来到遮，坐8个人，再来一只牛。好，咱佫结束。7月初1、初2。透西南风，天气舒适。下晡快艇 House 号甲碧螺船瓦有号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停泊吼，就是已经有升落一寡雨落来吼，较袂食水才来深。有12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遮靠岸，合计做415个查甫甲3个查某，你看这比例一直拢是超100比1吼。再来下日的好雨，400个查甫，3个查某尔。68捆的粗纸吼，再来下日好雨，68捆的粗纸，6担的白丝，5担的菜段，51篮茶米，1247包薰草，2担油加16担盐，328个铁花，143罐山水，19担做袂底的圆泡，6刀的茴香，3刀的面粉，12篮的茯苓，5篮的丝一帽仔，1箱西凉，5箱凉仔。8件黄金，10件日本的长袍甲2道红米。又有一只帆船对平湖来遮入港，坐22个西南人，再来8只牛甲1批丝瓜。对上述西南沿海来的一只帆船受到大官阿布拉西亚吼，好。对西南的一个城市叫厦门，寄来一张批，用来答复阮今年吼。今年5月10号写去，互伊阁下迄张批。即张批内批的主要内容是讲，伊阁下诚心祝福伊阁下的属民甲荷兰人中间的贸易会当长久和平，双方拢继续愉快满意来交易来往。不过，因为伊阁下对阮的书信得知吼，知影讲有一寡因为伊的士兵伫咧平湖造成来往的贸易帆船的。无愉快的代志，就无欢喜的代志。佫会记哦，就是进前咱有读着讲平湖一寡士兵走去平湖要共扣杀吼，所以迄阵袂爽哦。OK， 但是实际上平湖本来就是迄当阵算，毋过迄当阵是大清啦吼，我毋知是毋是大清。大明是毋是有抽税？毋知啦吼，但即嘛大清派兵来要甲你抽税吼，因此是毋是大清我嘛袂记吼，无定是南明吼。因此呢，伊将要派代表去平湖确实来调查，如果发现迄寡人家己凊彩发私自对迄寡贸易帆船有任何粗暴的行为，必定将处以死刑吼。就是即个西南即个大官啦吼，安尼答应吼，阮的人若后壁来处死吼，因为伊派因去遐，只是要去住伫咧平湖岛上的西南人来征收年税，吼是要去收西南人的税金，毋是要去收即个贸易帆船的即个要扣因的税吼。好，7月初3。
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下晡变对迄阵，5月号也搁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停泊，有一只庞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195个人，再来下日就好。因为咱逐工读进前，尤其是进前看技校，逐工拢载几百人来啊！当然有时嘛载几百人出去啦，来出入。但是自从开始有记查甫查某的人数了后，我著一直有注意着，查某足少嘛，查某足侪吼。所以你会当想迄到，比如讲迄当阵你伫咧即个福罗摩沙试过，就是伫咧即个安平即个咱遮城即只市镇即只咧行搭的时阵，你可能看到拢是查甫，吼。或者是伫咧车坎即只吼，看到拢是查甫，我是讲汉人啦吼。当然，原住民本来就有查某啦吼。好，170即个一只庞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做195个人，再来下日好มื้177捆的粗纸，584包薰草，60担的盐，10罐山水，60袋麻布，6包空眼布，20人拿的茶米，1袋的花香，87锭黄金，7袋緞吼，粗緞衣的緞吼緞，10担丝，25袋天鹅绒，甲2箱铃啊。铃仔是叫做铃子吼，我嘛毋知啥物叫铃子吼，铃啊，我著甲安尼甲你直接念。7月初4吼，透东风，天气舒适。上午变做迄阵，Valk 号甲快艇 House 号来外靠站桥，要来录音，再来好มื้。今仔有一只大庞船来至着港外遐停船，桅杆已经压止去，是巴达米亚的规个西那行李人装船派来吼。有一只西那人的庞船，贸易庞船对此地出航前拢淡水甲鸡人载10个西那人，载去20担盐、16担糖、3袋红米、300包薰草、10担糖水、25袋烧麦、2担面粉、4捆的粗纸甲4袋要家己食用的米。你知影伫美国遮，你若去Chinese restaurant 去你要叫饭的时阵，伊会问你要伫咧白饭，伊安尼问你要白饭黄饭吼？因为英语是迄个 brown rice 吼，即个无惯势讲糙米啦吼，袂问你讲你要糙米、白米饭、糙米饭吼，袂安尼甲你问。所以即个红米我嘛毋知是啥物啊，毋过我认为可能是糙米啦吼。也有一只北上的庞船航往德产甲新港啊。德产大家知啦吼，新港啊，即个新港啊，我一直毋知影伊讲的新港啊是毋是迄个德产较南边遐，但是迄遐是中港区，即嘛叫中港区啦吼。看遐地图。中港区我嘛无啥知伫倒，敢若头份德南即家位也会款。好，来用查一下。中港区。是毋是即条？哦，对，即条吼。德南头份吼，德南是伫西边挖海吼，头份伫东边挖山吼。德南头份南边含即只啥？遮算造桥啊，即个啥所在？即只啥所在？我都讲袂出来。后人吼，应该是后人吧？吼，就是中港区北边是德南头份，南边是后人挖海造桥挖山吼，含就是南岸是安尼，即条溪就是中港溪吼。你若坐唱冠线，还是家己驶车经过即只时阵，可能有印象啦吼。尤其是你若行我看倒一条。
行3号就足明显吼。你若行国道3号的足明显，迄条中港溪是看会遮宽吼，过头分过竹南了后，即条叫中港溪吼。但是新港啊，到底是倒位啊？我真正毋知呢，我无确定是毋是讲遮，我看嘛新港啊。咱先 Google 一下新港啊是啥物所在？新港。竹厂甲新港文书是讲迄个麻豆遐吼，即嘛台南叫新市啊嘛吼。但是无可能讲竹厂甲新港啊合起来讲啊，无可能啊。一只北上的澎船航往竹厂嘛甲新港哦，新港啊吼，伊这应该毋是讲台南迄位啦吼，应该是讲新竹啦。但是阮新竹遮有啥物所在叫做新港啊？我真正毋知呢。敢若知影中港，新港乡、新港大天府是嘉义县，嘛无可能啊。好啦，各位若知影，再甲阮分享一下，我真正毋知到底是讲倒位。也有一只北上的澎船航往竹厂甲新港啊。做20个新仔人载去160袋米、270担盐、11担糖甲60袋幼布。7月初5，透南风，上午佮再派阮迄2只名工船去港外，要去开始落便尾船去 Lake Gasperch 河顶头的货姆，其中一只要航往失去桅杆的迄只澎船遐。如果需要，就要去协助因，而且若是有可能，就要帮助即只船来入港。要暗嘛已经甲已经落货了的即个快艇 House 号，搁再去停伫个航道上。有4只澎船对遮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154个人，再去下日货姆。114担的鹿仔肉，237担的咸鱼，28担的蚵仔，23担的虾仔，11担银，112担糖水，4担沙鱼油，3担鹿卡，28尾的帝王鱼，1担苏木，45担紫檀，181担盐，2担蟹，18袋胡椒，甲20袋家己要食用的米。我来查一下啥物叫帝王。读遮侪，读遮久啊，毋知影啥物叫帝王。帝王鱼是一种三文鱼哦 ，salmon， king salmon，OK， 毋是皇帝鱼啦吼。皇帝鱼是一种比目鱼。好，无确定啦吼，我嘛毋知。但是有一种叫做帝王鱼，是一种salmon。但是salmon是，敢是海鱼？看觅啊，帝王，是海鱼对。好，继续看咧吼。28尾帝王鱼，1担苏木，45担紫檀，这是4只澎船对西南沿海来吼。45担紫檀，181担盐，2担蟹，18袋胡椒，跟20袋家己要食用的米。还有3只澎船航往偏湖，合计做53个西南人，再去26担的糖水，127袋日本米，12袋大麦，20罐山水，甲6罐阿拉酒。还有1只澎船对西南沿海来遮靠岸。做21个人，再来20个铁锅，2500个粗的肥杯，5到50箱死一个无仔。7月6号、7号，丰游园
如昨昏天气温暖，下晡接到报，希腊人翻译员何斌，何斌这应该毋是较早迄个何斌吧？宾官吼，伊是有可能是迄个何斌吼，伊是荷兰文原文是写做宾官。讲下晡接到报，希腊人翻译员宾官伫咧顶个月，毋是歹势，伫咧顶一个北方的季节吼。摕到阮的通行证，对遮航往巴达比亚迄只篷船，转来的时阵，桅杆、钉甲台拢无去吼。现在漂流去伫个网港河附近，伫遐用3捆的盐棒停咧，啥物意思？毋知啥物意思？叫用3捆的盐棒，3捆牵板停泊着。安尼写是大概是啥物人看有？上述本个月4号记载，迄只巴达比亚来篷船顺利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来停，再有82个希腊人，再来下日好物。好，伊再来下日好物，153担护照5 Laston 的米，2 Laston 的乌豆。1720捆的北大年的tiền，2270捆 Banjarmasin 的tiền，270领水牛皮，108担摩都拉的树木，10担蓝色的染料，应该是指蓝锭吼，咱即样讲蓝锭，蓝锭吼，锭嘛是就是嘛是一种色吼，蓝锭。54担棉花，6担6小拿乌色的空眼布，2担大香木，甲个85担盐。有一只篷船对遮出航前往西南海，坐10个希腊人，再有16担咸鱼，24担甜，10担糖水，32担鹿腿，甲3袋家己要食用的米。7月初8，风游员对南方车来。风力真强，今仔日伫佛罗摩萨议会呢讨论几项政务甲商务，并且遂决定，比如阵为瓦号上班，伫本个月22号爱乘做第一帮船航往日本，也决定将会伫最近公告禁止阮的士兵来搏缴，甲即个我又袂记酗酒，即个酗酒，真像有早个有啦吼，酗酒。当然，台语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吼，酗酒吼，就是禁止阮的士兵搏缴，个啉酒吼，啉超过啦吼，啉酒应该袂要紧啦，袂使啉超过，啉醉可能就会出问题。因为最近听到几摆关系到即方面的怨言吼，并且将会严令执行吼，就是荷兰士兵乌白来、蓝衫来，人已经去斗啊吼。有4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73个查甫甲1个查某，再有6捆粗纸、70包薰草、37袋麻布甲10锭黄金，也有4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22个希腊人，再有3罐阿拉酒、29个铁花、27担盐、25捆稻罐甲23袋家己要食用的米。7月9號、10號，风游完像以前吼，即几工无用伫为着变对迄阵瓦好装上要载去日本的货物，也有一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20个希腊人，再有756包薰草，1袋的红米，100捆的稻罐，甲2担要做画底的即个泥皮。今仔日收到团队Hans Orhoff 寄来一张批，甲阮讲，迄寡叛徒。Deroadican 社人现在完全安静落来了，也讲，约伫1个月前，苏多万社人派因的村社的3个妇女，派3个妇人人吼，要来阮鸡说讲，阮认为该社捌协助
达罗迪干社人去攻打大德基社甲塔劳社吼，关系到此事。顶头5月4号有记着讲，有提起讲这是无正确，但是迄寡妇女去到大德基社的时阵，因为捌因的语言的因为捌因的语言的新仔人哀哥无伫厝呢，所以因无法度为家己来辩解即项代志，煞去互大德基社人受杀而死。等到本来来要归顺，结果直接叫人杀死吼。即有一个复杂，我搁点讲者吼，一开始讲迄寡叛徒 Terror 阿迪干社人即嘛完全安静落来。即个 Terror 阿迪干社就是讲，阮捌认为讲因毋是，即个Terror 阿迪干社吼，讲即嘛已经完全安静落来。即个社。捌去攻打大德基社甲塔劳社，另外迄个3个查某人是倒位来？是另外一个社叫做苏多万社，因为呢，可能是人咧风声讲因去帮助即个达罗阿迪干社去拍人去共拍吼，所以派人要归说讲无，阮无帮助即个达罗阿迪干社去攻打大德基甲塔劳吼。结果伊走去大德基甲塔劳要鬼说人咧翻译无伫诶，结果即3个查某人去互杀死吼。传到乌福听到即个传说吼，听到即个消息啦吼，就亲自去大德基社去处罚迄寡罪犯吼。算大德基社杀毋着人就对啦吼。就去处罚迄个罪犯，并且佫再出命令，因讲将来对因的敌人也只可防卫，不得攻击吼。就是人毋是要来甲你攻击的吼，你袂使共攻嘛，你袂使共杀嘛吼。就算你认为讲是因甲恁拍，去帮助迄个塔罗阿迪干社甲恁拍，你嘛人都3个查某人都毋是要甲你攻击吼，所以你袂使共拍。好，所以安尼重申即个命令。荷兰人伫管台湾实在是诚辛苦，迄两阵吼。好，7月13、7月11、12、13吼，方游园无改变来对南方车来，西那生理人叫做波伊哥的胖船对北大年顺利来遮入港。做35个新仔人载来下列商品：60担的胡椒，1000捆的藤，12 Laston 的米，300领的水牛皮，18担的水牛角，5担的北大年的沉香，25担的虾仔，6担蟹甲2担肉。新仔生意人叫做沙哥的胖船也对柬埔寨来遮靠岸坐85个人。所在货物如下：200担的水牛皮，200担的水牛角，30担的肉，310担柬埔寨的迄个核桃哟，核桃是要安怎讲？我看，倒是变错对诶，核桃，无这物件。甘利店呢？我先查即个核哩，核啦核，核有2个音，一般吼，就是核加核零嘛吼，核能核核零，大家读核零嘛是会使吼。桃仔核应该就是，毋是桃仔核，毋是迄个核桃，我煞袂记华语要哪讲，核桃哟。桃仔核应该是讲桃仔中的迄粒核啦，吼，核心就是核啦，吼。OK， 我嘛毋知核桃是要哪讲吼。
伫遮我着空注白310担坎保利亚佛陀，100担的藤，50担的鹿仔肉，10担的枪鸡，100担的树木，20担的咸鱼，20担的鹿腿，20担的鱼翅，400袋米，3500领脚婆，吼，毋知啥物鸟的婆，吼，400袋即个坎保利亚康干布，50袋土豆花生，吼，50袋的土豆，甲6担的黄色的染料，吼。做上述3个月芳船来此地的先仔人，带来消息讲，因伫咧尖巴沿海有看见过另外一只来往伫咧坎保利亚的芳船。该船伫咧数日前被另外一只坐有几个荷兰人的芳船来抢劫。即只芳船呢，就是这3个月芳船吼，3个月芳船除了带来即个消息以外，又搁炸一张批吼。即张批是坎保利亚国王的2个高级幕僚所写来的批吼，即个2个幕僚有名吼，即个叫做拉尼拉丘 point， 另外一个叫做拉丘的拉吼。即张批内容就敢若讲，因对上述3个的芳船的船长以及去遐的先仔人其他先仔人也知影讲，荷兰人真想要搁再和因的国王和好，因此呢，因也甲即个代志甲因的国王讲，因的国王也有意要和好，因此呢，只要我方派使臣去坎保利亚和谈，迄当阵就会当搁再和好起来。因要爱因2个人保证，这什么意思啊？看无，因2个人应该是讲迄2个高级幕僚啦吼。要因保证讲，阮袂去做歹代志，嘛袂去做无结果的交涉。有4只芳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84个人，再去下日的好姆。92担的鹿仔肉，54担咸鱼，19担的虾仔，18担蚵仔，21担藤，48担糖水，22担盐，46担胡椒，50担麝，3担的檀香木，3担的丁香，120担的树木，600领牛婆，19篮沉香，21篮虾仔粉吼，3袋的加罗甲14袋米。加罗有读过几啊遍，我嘛毋知啥物叫加罗。我看啥物叫加罗？茄罗啦吼，你若华语是安尼读。哦，加罗是一种香料咧，看起来。毋是香料啦，毋是要食的香料，是应该是一种香啦吼，一种香。香木吼是一种食物嘛吼，那茶油啊安尼吼，叫加罗，一种香就对啦吼。3袋加罗甲14袋米，然后一只芳船航往片湖坐12个先仔人，再有1担糖水、1担藤甲3袋家己要食用的米。7月14、15、16。风游完像以前，伫咧要划中岛的时阵，边队船 Hillegarsberg 号也来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停船。边队船瓦克庄号要载往日本的好姆，搁再去停伫咧航道上。有4只芳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76个人，再有下日的好姆。再有下日的好姆，55包薰草，100个铁蛙，3担丝，1担茴香，6罐山水酒，19捆的粗纸，200捆的稻罐，5篮日本的薰草，15担茶米，甲9錠黄金
然后一只芳船出航前往平湖坐15个新仔人，载有12担糖水、1担沙鱼油甲6刀家己要食用的米。今仔日按照本国语8号的决议，甲禁止跋筊甲酗酒的告示伫咧通常的时间甲地点通告并且打出。19 7月19 7月17、18、19，风游玩大部分是对南方吹来，天气温暖。今仔日写一张批去予南澳省的首长兼总指挥官。南澳省在倒位吼？我看觅啊，无写好。南澳省，我查一下 ，Google 一下。南澳省。South Australia， South Australia 就是即嘛澳洲就对啦。好 ，OK， 今仔日写一张批去予南澳省的首长兼总指挥官，伊的名叫做小索宗浩，哇，这是要哪读我真也袂晓。大官哦，小索宗浩。咱来看一下下下底的注脚。小索宗浩是杨英哦，就是有一个人叫做杨英，伊所写的《长征实录》《从征实录》吼，可能有人捌听过吼。阴历11年11月初1条所记载的所在，所记载的一个人叫做孝书中勇侯淡白哦。为什么淡白是南澳省的长官兼总指挥官呢？看这名就死哪人啊！这是所以南澳省应该毋是 South Australia 吼，误会啊吼。好，我毋知啦吼，有可能即个，哇，我真正毋知看。好，念过啦吼，安尼写我就安尼念。只敢若写讲，就是今仔日有写一张批去南澳省的迄个淡白吼，写讲阮奉着巴达维亚的总督阁下的命令，寄赠礼物互伊是1桶西班牙的葡萄酒，1袋红色甲1袋蓝色的笔记簿啦吼。笔记簿啦，咱来查了，逐个要来讲，我真正毋知吼。我相信较早你做旁一个吼，应该因都会晓，但是都无熟悉嘛，我嘛毋知。哇，这个哪测笔记簿是啥物件？我可能用 Google。OK， 笔记 ，beach 哦，就是法语，我记得英语嘛是安尼讲，叫做 beige，B-E-I-G-E。哦，语言吼 ，beige 来源是法语的米色吼，米色叫做 beige， 但是伫英语并毋是叫做 beige， 是叫做 serge。来，我查一个啊，英文的字典 ，B-E-I-G-E， of a light grayish brown color， 哦，小可普普的，一个咖啡色，吼。beige， 哦，读做 beige。beige is a tan color， 就是敢若迄个。碳就是日头过晒的
皮肤过日头晒迄种色吼。Beige is a tan color with a reputation for being neutral, if not boring. 我真正看无。Khaki pants and coffee with lots of cream might be beige. 就是 khaki 布啦，吼，就是 khaki 裤，学生囡仔 khaki 裤，含加比，你若加比加足侪即个泥油，吼，就是即种色叫做 beige。OK， 下对是写讲 beige does not sound the way it looks. The bay is pronounced like a long A as in cake, and the G is a soft Z sound. This is because beige comes straight out of French, where it originally meant a fabric of the color we now know as beige. See, beige has some interesting qualities for such a boring color. OK， 反正就是讲即种布原本是对即个主要是对法国来，所以即个词伊的发音就和英语的发音习惯无共吼，所以叫做 beige。beige 布 beige 布嘛，就是迄种较浅的迄种咖啡色，讲叫米色啦吼。侧米色啦，侧米色的迄种布吼 ，beige。我搁转来仪器表考遮看伊的规则吼。beige 是一种纺织品的名称，属于一种零布哦，零布。伫个布头前后两面拢有两上两落的缩一个斜纹，就是迄个，你若看伊个纹路是斜的吼，两上两落，毋知啥物意思啦，这可能是专有名词吼。两上两落吼，两上两落诶，即种斜的即种纹吼，而且表面光骨质地较高，而且软，通常是素色的，即种。算幼纺织物用伫咧制作各种的军服、西装、风衣，甲一种大衣大衫迄个大衣，然后大衣吼，叫做嵌毫大衣。德产是德产，迄个产，我毋知应该是就是意思就伫咧迄个壕沟咧穿的，战争的时阵无，伫咧沟仔内底，密伫遐个咧穿吼。等等服装吼，即beige布用伫即只军服、西装、风衣吼，伊个对应的物件叫做丝绸 beige， 丝绸 beige 啦吼，通常是用伫个内里。法国 beige 是一种搁较软、搁较柔软、搁较幼的即种品种，即种词也用伫高品质的机器纺的即种羊毛纺织品。好，以上啦，比起吼，beige布。读这段，结果即工你读袂了，好，即工甲读好了啦吼。阮奉着巴达维亚总督阁下命令，呈送雷蒙即个写批的人是蓝俄省的蛋白吼。讲阮送雷蒙去互奉着巴达维亚总督阁下命令吼，寄送雷蒙去互伊，互谁啊？看不出是互谁。雷蒙就是一桶西班牙的葡萄酒，一袋红色甲一袋蓝色的beige布吼，去互伊，因为伊释放了旧年因为船难来流落伊的地区被掠迄寡被活掠迄寡荷兰人吼。阮写批去互南澳省的迄个蛋白啦吼，送即个雷蒙去互蛋白，甲说道谢啦吼，讲阮旧年船难的即寡去互活掠的荷兰人，互恁救，你甲因放甲释放吼。即一滴仔小礼物，表达阮对伊国下的仰慕甲友谊，并且望将来当亲善来往。
有11只澎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做316个查甫甲7个查某。再去下日的号码54担鹿仔肉，128担咸鱼，17担虾仔，27担蚵仔干，246担糖水，2担沙鱼油，28尾的帝王鱼，68担62担北大年的丁，39担福尔摩沙的丁，290担苏木，127担胡椒，18担蟹，97担盐，10担丁香，21担辣，58担虾仔粉，36担牛皮1担拿定，甲52袋家己要食用的米。9只澎船对澎湖来遮入港，合计做89个查甫甲7个查某，再有41只牛、1只猪甲58罐米。1只澎船对南方来做11个西南人，再有10支的牧羊，100袋的木茶帮，180担茶。以上，好，七哥咱读到遮啦吼。看一下，各位的笔记吼。我毋知必上遐分享即个叶高华伊所写即篇，逐个拢是编报互的生活甲现实。目的是啥吼？但是我知影讲，迄个叶高华伊认为讲，其实咱台湾学有编报迄个核验的吼，其实比例足少吼，因为伊认为讲，编报族含汉人通婚的情形，其实是足稀罕的，毋是逐个认为讲足普遍的吼。讲有长线讲无啥物长线嘛，所以讲足侪母系是编报族，是原住民吼。无叶高华认为讲毋是安尼，当然伊有研究的一寡证据啦，你有兴趣你再家己去看吼。较早我伫个 Facebook 知影，伊的字我是捌去看。另外，过来天阳兄讲西南人甲相当数量的帝王鱼甲五仔鱼吼，无甲阮讲，着私自载去西南。即两种当春所掠到的走私鱼吼，是帝王鱼。老番真早已经都有原创性考证，但是天阳兄有考证讲是真有名的即个本地产的土托鱼吼。五仔鱼，我毋知我读对无吼，我读做五指鱼啦吼，读做五仔鱼吼。天阳兄讲推定讲是原住民的即个五仔鱼吼，中岛迄个中有迄个五仔鱼，帝王鱼土托，所以帝王鱼是土托。是老番是指迄个，因为我看老番是迄个洪家英先生一定仔家己称呼家己老番啊，有可能安尼，这可能是迄个洪家英先生所写的吼。以上是有天阳有写，以上是洪家英所考证五仔鱼输出中国吼，讲伫个古早时代，伫荷兰时代就有啊吼。但是伊讲的即帝王鱼，敢就是讲五仔鱼啊，五仔鱼，毋知吼。天阳兄继续写讲世界收批水试所成功培育土托鱼人工种鱼吼，着人工培养的土托鱼啦吼。水试所这是2005年4月16号，最近年咧吼。水试所今仔日表示，除了伫个11年，这啥物年？2023年吧吼，5月成功处理土托鱼受精卵培育鱼苗甲孵化了后，第50天后，已经进一步掌握陆上养殖技术，育成超过600公重到6公斤以上的土托鱼人工完全养殖，指日可待吼。应该做会到吼。研究人员将继续饲即批成鱼吼，成做世界首批人工培育的土托鱼种鱼，即个完全养殖来迈进
研究成果已经发表伫国际期刊《国际水产养殖》展现台湾的土土区养殖技术的特性。台湾的即个水产养殖其实全世界出名其实伫全世界排有顶的，头前无条第一名农产品改良嘛是即个水果啦、果子这种，真正台湾足厉害，实在足厉害。好，咱读到遮规班感谢各位。后礼拜再继续读，即个礼拜四暗时有兴对暗时台湾暗时有兴趣再来读出时线感谢各位。多谢阿关，多谢大家。